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话真趣味，讲此行无路，看做是北港去路。因为字要讲，是笑一个人无学问，无来财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处，如处的处，读处第二条，处就是这种的意思。这个时间咱讲是处时，意思就是当今、目前或者是目前。这个时阵咱讲是处客，这回这摆有人讲处番。这个中较文的讲法就是处中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现处时，咱新闻电台讲到，就是即马、即站、即时、即当阵，现拄现，嘛当讲是处离今、处如今。第二个词读做起有处理，字面的意思是讲哪有这款道理，一般是受气的人咧讲的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和女朋友约会，说服对方等1点钟，女朋友跟他讲一句起有处理，就要喊伊扯。现主时阿明一直敲电话回家陪，看起来是阿某放落笔，一去不回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处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